一日使1500萬盾喺胡志明可以做點樣嘅神仙？跟住攝影師嘅視角，帶你沉浸式咁感受西貢24小時嘅頂級享受。咁落機咧就有管家、專業商務接機同埋快速通關，然後直踩地表天際線套房啊！一拱開門嗰下，就見到東南亞第一高樓嘅夜景，仲有咩女溝唔到啊？就算係凌晨2點啊，管家都可以即刻準備晚餐私廚，等各位宴祖隨時有得食啊！真係皇帝式嘅待遇。咁瞓醒之後咧就去帝王洗頭，兩個師傅打埋一齊。洗面剃鬚坐椅咧就梗噶啦，撳走晒尋晚全身嘅疲勞啊！中午跟住識中文嘅後代司機揸住摩托仔由中央郵局玩到西貢河畔嘅日落咖啡，成個男人都翻晒嚟。夜晚去到本地人最多嘅音樂餐吧，跳上張台度同佢哋一齊跳舞，氣氛真係嗨到爆炸。咁夜晚體驗龍宮游泳健身課程，泳池隔籬有專業1對1救生員，唔使驚浸親，仲有桑拿獨立浴缸，呢個係你從未體驗過嘅全新版本。咁所以喺西貢呢度啊，你唔使識外語嘅，識享受就得啦，精神啊！